也那伫屏东布袋下游客站下晡是发生落石头意外，这是集团25个人的爬山团，因伫爬山的过程中去拄到一阵意外，去互石头击着，造成8个登山客受伤。加在送病院了后，拢无大碍，昨暗嘛已经陆续出院。当地船长是认为讲，有可能是和最近的天气那么寒、那么热有关系，因为安尼才会落石头。被救护车送落来10个人，脚豆腐已经初步包好啊，赶紧送去急诊室。问清楚受伤情形了后，坐轮椅等待进一步检查，因拢是互连来石头共伤。接获雾台卫生所来电，有7名民众，还有些游玩受伤，一团总共25人。代志发生伫19下晡，为新北来的集团25人爬山，去布袋乡下游溪佚佗，行到有名景点七彩岩壁的时阵，有大量石头落落来，拍中8个人，分别有脚部裂伤、锁骨骨折、甲乌青这情形，好在意识拢清楚。其中3人到卫生所医疗处理了后，就家己离开，5人送去救治。经过检查了后，无要紧，也伫19暗时全部出院。为什么发生这代志？当地村长研判，可能甲最近天气因素关系，石头才会送去。它是完全无预警的情况下，然后后面我们才了解说，在同一个时间点，台东有发生地震，也是在同一个时间点，所以有没有跟它有直接的关系，这个我们不清楚。那我可以很确定，就是说这2天山上也不断的有下雨。下游溪旅游是季节限定的景点，也是北北风灾过后意外真多奇景。目前每年1到4月大水期才会开放游客入去，各爱先注文。每日限夜400人，村长表示，意愿开放游客来佚佗，啊，不过会避开发生意外路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